您是用什么的办法给你的头要打仗？你没有权利跟他要打仗。去地球上你们就预备，因为那些有手要落在地上的时候啊，对你们有祸了。因为这个地球都是要被摇动了，因为有手要落在你们的地上，那你们这边要做什么？很大的疾病，很大的痛苦，很大的乱子，这是为什么？因为在地上的乱子来到领导你们这里。因为他们就在地上颠，就是在颠覆所在的那个地方是个乱子，因为他们做这个乱子就被刚散了，因为想跟颠覆耶法有同党了，那这个因为就是颠覆耶法让他们继续做，当来到你们的当中的时候，就是把你们搞乱了，搞乱子，那你们就是预备啊。因为他们不爱你们的人力，他们就是想把你们杀掉了。所以你们不悔改，你们不想悔改，光就是来到你们那里去，你们还是愿意接受那个黑暗的给你们已经教训过，这位上帝的儿子，他说不要再犯罪，却你们不爱听这个，你们是有选择，有自己犯罪，因为你们是从魔鬼来的，所以你们非常爱你们的父亲的魔鬼，你们的父来的时候，那就把你们搞乱子，就是像那些喝酒的那些罪，因为这个精神的，就是他要喝酒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家庭的要搞乱的，因为他是个魔鬼，要落在这个地上来伤害人类，他的目标就是来伤你们的，来破坏你们的生活，用各种的办法来卡住了你们，因为他知道他的生活已经不多了，所以用各种的办法来把你们搞乱了，是因为地都要摇动了，像喝醉。你说的就是你们，连地球都别摇动了，那个地球的根基都别打断了，从地上的灾祸都要出来了。从天空的一说来了，也来控制来攻打你们地上的地下的又要出来了，在地下都有那个外星人都在藏起来。你们以为你们说这个惩罚是一个轻易的事情，所以为了这个，美国人就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他们以为是他们是个强国，那些无人机出来之后他们都不，他们心里都很担心的。那我们说到这个无人机用这个无人机要攻打俄罗斯，因为您使用这个无人机来攻打俄罗斯，那他不是要直接就把一个核轰炸来攻打你们，要个人的，我请你们要个人的，要想一想，在以赛亚，我们刚才念的以赛亚书，他这个一说就是在北方的基础，那这个北方的基础是在哪？我们来念下这个以斯结书，他什么时候来了？我们一起要念下，我们要通过这个就能理解。在以斯结书第38章，你们在听着时候请你们要留心听吧。以斯结书第38章第1到第3到第4节，这个念完之后的话就结束了。我请技术员把这个声音的做得好一些，就根据我所说的。亚法的话领导我说：“人子，你要面向的马哥的哥哥，说的就是在北方的基础就是收罗的是米色就是在米色就是俄罗斯，都是在他们的北部
在杜巴的往法院工作的，说主要法务则说，若是没事杜巴的往哥哥，我与你为敌。第四个节，我必用国子裹住你的腮甲，挑装你，将你和你的军兵的马兵带出来。他就是用果子裹住你的腮甲，因为他不想出来了，所以必须把他又拉出来了。因为他知道他要出来之后，他到幕后就到啊，所以他比俩来了，你必须行路出来。现在伊俩来了，所以你哥哥你必须行路出来了，所以你些叫你出来了都要做他的工作。我们就要继续要念到第15节。谷歌所在就是在这里。意思结束第38章第15节、第16、第17节。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基础率领的。谷歌就是从北方的基础，谷歌就是那个明亮的执行要来拖到50的座位。他也来到北方的基础这个明亮的执行就是各个以赛亚的书，以赛亚和以色列的说一致的做定不定的话是真的是要挑战了，不定就是耶路撒冷的总统。第16节，哥哥，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打来攻击以色列的。这个是我以色列都在攻击那些阿拉伯，沙特阿拉伯不想跟他的阿拉伯同胞在一起他是实在无知我劝你们是活到了，你们聚在一起吧。恐怕你们就会遇到灾祸。我都要提前要告诉你们阿拉伯必须跟着他就是来攻击以色列的，这些计划都已经安排好，因为他必须要攻击这个以色列的。以色列就是一个被拣选的国家，也无法从他们当中出来，所以他恨这个以色列的。这以色列的家天父也发愤怒以色列的救火是非常恐怖多个亚伯兰的咱们早就被灭了，因为多个亚伯兰的，所以上帝都一直要考虑他们。哥哥，你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世界的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们。当日他们多年的预言的，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第18节，第19。我们就结束了。主耶和华说，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的地的时候，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我的发愤恨的和烈的怒火说，那日在以色列的地有大震动。我们就继续念到20节。生在海中的鱼，天空的鸟，田野的兽，比地上的一切的昆虫和地上的众人的，阴间的我的面具都震动了，山林都崩裂了。哪怕这个山都崩裂了，不是有火吗？多言必
他县江源都比他大21节。主耶和华说：“我必忙我的主上法道进来攻击各个人都要引导将杀害弟兄，他们就杀害弟兄。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手刑罚他，我也必将暴雨到暴雨火，并流荒降于大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的这个流荒，这个大暴雨火，这个都在模糊要发现的。我必先为大。先为上，在多根的眼前显现的，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太危险了。这个情况是太恐怖了，是太恐怖了。这是为什么把它叫做是个非常恐怖的灾祸？因为你按照这个来看了，按照这个情况来看了，就是有话就这个在模糊，我们先一起要感觉在这个就在模糊的日子。你这个圣经的有什么话都别缺少了，在以斯结书第38章。在哪里有这个经文？经稍微等一下，就是这个就是在模糊的日子要以斯结书第38章第16节，哥哥，你必上来攻击我的以色列的，如你云遮盖对面的模糊的日子。这个就叫模糊的日子，就这个耶路撒冷上来攻击以色列的，那打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这个全世界都已经被灭了。那个时候就是天父耶和华来到现场，但是无论什么大必上来攻击以色列的，以色列的耶路撒都一直有想要上来攻击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时候就阿拉伯都想上来攻击以色列的，就是其中那个黎巴嫩都是伊拉克、伊朗都是一直都那个美国人都一直来保护他们刚刚这4例然后那个中东的就是那个中东的叙利亚。那个叙利亚的中东都要逃到那个耶路撒冷那里呀，那这个就来说明的，既然有问题，耶路撒冷是来保护这个阿拉伯。那到那个模糊的时候，他们就上来了攻击以色列的，这个情况都是我们都很清楚。因为耶路撒都非常恨这个以色列，因为他们来保护那个阿拉伯，全以色列都来攻击阿拉伯，
耶路撒冷攻击啊，所以那个美国人一直要保护这个以色列的，因为他们不想要把这个，不要把那个打仗要爆发了，因为他要出来之后啊，他的时间就没有了，他不是输了，但是耶和华来灭了他，所以他不会要接受这个情况，他们不想耶和华来了，因为耶路撒一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就来说明你耶和华就来了。为了这个，以利亚就来了，我都把真理要告诉你们，你们不愿意听的，我们必须要做我们的工作，不是你们不信，我们就不做我们的工作。等时候了，你在后领导你们的时候，你们就记住以利亚的话。但是你们不会再悔改，你们在求告以利亚，那个时候不会再管你的，在蒙召你的时候你不听的，那你们去那些别的以利亚就在真正的以利亚，他就有这个名字写的以利亚，就他就在与你说话。聪明的人将胡子长起来，愚蠢的人往前说害，我都把真理要来告诉你们，我把真理指示你们的，你们要转向到善良吧，别再糊涂吧，要转向到耶和华，你们真的转向到耶和华，要转过来吧，要去哪里？要转过来到所创造你们的，要转过来到所拯救你们的。我说的就对全世界，我必须要教你们，你这说的工作，我叫地上的人要转过来，你要唱我们的父亲的话要长句了。我们不说只有这个有那个，我们要重复我们的父亲的话，就是像那些以色列的有受惩罚，那些犯罪受惩罚，我们的父亲的话必须有长久。如果你们想要得救，就赶快要出来，因为我们就是要被差遣来的，为了做这个工作。聪明的人将胡子长起来，愚蠢的人就往前说害。这些要领导你们的时候，就是在你们的头上。美国人都已经看到，所以他们不分别。有些都是有说这个是一种的军人的经验实验的。那这个军人的实验怎么叫大家要当心了？那你就是有这个无人机啊，你要提供乌克兰的，那这个无人机啊，不光这个，不怕这个，因为他用飞导弹，你用这个无人机啊，他就说没有，我说你们就是要说正经一点。因为这个有时候我能看到，有时候不会看到所有自己的理由，你们就想开吧。因为这个有显示的，有显露出来的时候自己的意思，这个就是来说明的，这个全世界已经被扰乱了。美国人都已经被乱了，因为他已经控制不了所发生的事情，你们的模糊已经结局了。不停的有的是的总统的要这样的挑战了，你也没办法拿着他，因为他是个耶稣，他是最厉害的武器，他们不把死，只有美国人把死了，耶路撒不把死了，他是个耶稣。那就祝你们就想要转过来吧，我是在劝你们能得到拯救，就是来寻找谁以利亚耶和华的大使，他是真正的耶和华的大使，就是以利亚，他是来自海岛马达加斯的海岛，他是来自马达加斯的海岛。为了按照那个以赛亚书的第42章就是海岛当后他的巡回，他就是来到他的海岛，这是我的卡纳，这是我的仆人的，我喜悦的，他要把公理传给外邦人，海岛当后他的巡回。那我祝你们有得到有时的祝福，这是我的话。
谁要信这个话，你们赶快登记你们的名字，然后就不要藐视耶和华。对那些外国人的，你们赶快登记你们的名，就是要想达到要将来的愤怒啊！因为别再辩论了吧，别再辩论的，就说这个话是真的是假的。因为你不想知道真理，那你就别再当着，别再糊涂啊！要蒙召你的时候已经到了，你别再犹豫，赶快去吧！要是那些灵魂想要得到拯救，这是耶利亚的蒙召。你们赶快来到耶和华那里，塞底亚耶和华的弟弟已经来了，耶利亚来救你们的，就是与我们同在，就不再犯罪。我们跟着耶利亚到耶和华那里，到亲爱的天父耶和华那里，到天上殿的那里。别忘了明天的聚会，有请你们都有参加这个聚会。对那些在外国已经信了，有赶快有给我们联系那个手机，已经在屏幕上面的。如果你们订那个是盯着收音机，把这个号码也给他们看了。我祝你们能得到有时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耶和华，宣布的时候到了，证明这个真理就是你一样能看到。亲爱的天父耶和华，请赶快要加快速度的工作，证明你的话，要加快速度证据这一句话，因为我们按期待放回家，赶快有报应吧，因为他们要见到你的名字，请要加快速度，要保住耶和华的血，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做这一切，把所有的真理有成就吧。愿你所带来的顶上殿的军人的，要赶快做你的工作吧。耶利亚要向您要求，你分灵魂的要放回到您那里，就是你所差我来的。耶利亚要尽力打发的生灵的，为了要加快速度，为了他们能听到这个教导，对那些外国人就放得到顶上的顶那里，就要叫他们加快速度到我亲爱的父亲耶和华那里，我亲爱的耶和华那里去。我是这样的，要向您耶和华和耶和华要求，请您有确认这个话，耶和华，您有证明这个话，这个亲爱的天父耶和华，您已经把这个手机号码写在屏幕上，为了让他们给我们联系，为了证据他们，把所有的一切要加快速度吧，为了荣耀给你的生命。耶利亚不断的要向你要求，请帮助耶利亚能做到工作，请帮助耶利亚，亲爱的天父耶和华，请帮助耶利亚，要无所谓的能做你的工作，要随时把顶上殿的权势要显示出来。为了荣耀归给你，亲爱的天父耶和华和耶和华，感谢你，你给我们这所有的话，荣耀归给您，我奉耶和华的名字，阿门。我们的时间就是到这就结束了，我祝你们能得到有时的祝福，我们明天再见。